入冬了后，东北季风变强，天气反热。在中国风媒影业 PM2.5空气污染物煞嘛吹过来台湾。根据环境部监测，今仔早起西半部、有新北、桃园、马祖，这空气品质的灯号是柑仔色到红色。天气乡亲，尤其是敏感族群，就要做好防护。台北的天顶规个雾，天气甲空气品质看起来拢无偌好，因为境外空气污染对东北季风来，空气品质的监测数据显示，台湾西半部地区的空气品质陆续出现柑仔色的提醒到红色警示，对于敏感甲所有族群的健康拢有影响。富贵角那里的车站就观察到这个 PM2.5的浓度60左右哈。那持续影响会北部大概是到傍晚左右，那中南部随着东北季风南下，它的污染物也会累积受影响。环境部指出，东北季风带来境外污染物路南，影响到台湾、新北的富贵港、桃园观音，也有外岛的马祖，早起9点的 AQI 指数拢是红色的，而且会渐渐往中南部影响。北部大概明天就会趋缓，可是中南部因为位于下风处所以大概还会影响到明天。容易降雨的地方是在东北部地区跟基隆北海岸，那空气品质比较不好的地方，大概是在我们的西半部，所以降雨的部分其实对我们污染比较大的地区是没有显著的影响。除了空气品质以外，天气原来有所改变。气象署指出，有2波东北季风报道，这个是今仔日甲明仔载2天影响上大。27下晡开始，第2波东北季风路南，境方面会有局部性短暂雨。北台湾的气温预估是14度至15度，中南部是14度至17度左右。提醒民众要注意空气品质甲天气的变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